都无大代志吗？你想要拍算啥物大诶代志吗？上帝甲伊讲，你毋免都无。啥物上帝甲伊讲，你毋免都无呢？上帝甲伊讲，你诶国家败害，你诶百姓做歹，你想讲你干那顾你家己一身，安尼上帝就会赐福互你。上帝甲伊讲，毋是，因为你诶国家愈来愈败害，你诶百姓愈做愈歹，无照顾送乡人。虽然有礼拜的礼仪，但是无真实听上帝的心。所以呢，上帝甲伊讲：巴录啊，你爱做的代志是起来，为你的国家祈祷，为你徛起的所在守望。只有你的城市得到坚固平安，只有你的国家继续得到尊老，你才有可能都无大代志。所以你爱求上帝赦免你的百姓，爱求你的百姓离开所行的歹，真心去疼惜身边的人，陪伴照顾遐送乡的人，用你的活命去服侍遐无有困难、需要照顾的百姓。安尼，你的城市才会得到真正的平安。毋是你孤一个人好业，乃是你的城市、你的国家，拢总殷勤遵行主的话。安尼，你就会得到真正的平安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你咧都无大代志吗？敢若有一项大代志，就是上帝所吩咐咱的，听伊的话，照伊所讲的去行，安尼你就会得到迄个真正的阳光。所以，咱三甲做伙来祈祷，为咱家己祈祷。今仔日咱要守圣餐，今仔日咱要伫主的面前，搁再一届甲主连结的亲密立约，甲家己献予上帝，为主来活。咱同齐开声来祈祷，请。亲爱的主，阮的上帝，阮今仔日来到伫主你的面前，阮感谢上帝，毋是阮家己有能力来到你的面前，因为我是做歹的百姓，我行伫罪恶当中。主，我的心思意念定定偏向虚无、懒散，甚至伫你所禁止的代志，我也真意爱去行去做。上帝啊，总是你监察我的心，你了解我的苦情。当我呼求你的时阵，主你就对我的困境当中，把我救出来，互我的脚会当搁再一届行伫你平安的道路，互我会通回头倒转来归向上帝。你是我的主，是我的王，的确要伫一切的事上施恩怜悯帮助我。所以我的主，我的上帝，我向你恳求，向你祈祷，愿你伫我一切所行的事上施恩怜悯赐福，甲我同在。主啊，当阮今仔日来到伫你的殿中，当阮受主你的恩典照顾来到伫你面前的时阵，唯愿你成就一切你心意的欢喜，圣洁更新伫阮的内面，互阮甲主你同行，互阮活伫主你的内面，进入上帝你的祝福、平安甲丰盛。为今仔日，阮所有亲爱兄弟姊妹，我会通搁再一届倒转来到上帝你的面前。主通过这个礼拜，互阮的心搁再一届向主归正，并且甲兄弟姊妹建立伫上帝国真实的情谊，互阮彼此相听，互相勉励，彼此劝诫，通叫阮伫这条天路，主阮同心同行，互阮对着每一天的日子，拢总是伫上帝你的疼痛甲平安内面。互阮对礼拜日一直到礼拜六，拢总是活伫上帝你圣灵引带的内面。赐恩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主互阮甲你有更加亲密的关系。
当阮借着礼拜，甲家己奉献予你的时阵，亲爱的圣灵，恳求来管理阮的一生，互阮活伫真理内底，亲像天父上帝你甲阮吩咐的讲，你甲阮吩咐的只有一项代志，就是阮会通听你的话，照着安尼去做出来，安尼阮伫所行的道路，一定得上帝你所赏赐应允的福气。献上我的感谢，恳求甲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来，请工位兄来报告。兄弟平安，真欢喜！这是咱三角主席的日子。早都我看到这个本周的金句，所以我若这个感动，我来读一间，互咱各位兄弟大家分享。本周金句，人若自觉脱离卑贱的事，就要做贵重的器皿，正做圣洁合乎之用，有必经大用的善事。天命大后书2章21节。以上消息报告：10月13为年度秋季圣餐主日，敬请兄弟一同有备心恭守圣餐纪念日。第二，基要真理课程基督信仰的要义，自10月12开始到10月26止，共3周，每礼拜六上午9点半到11点半。由廖牧师主理，伫教会3楼上课，敬邀兄弟一同参加。第三，10月14到16，礼拜1到拜3，牧者同工前往高雄参加总会牧者演习会，请为牧者的学习以及出入平安大道。第四，10月18。拜5暗时7点半，社区祭坛伫九州堂举行，敬邀兄弟有留时间参加，一同为城市起坛守望。第5，10月27，礼拜日下午2点，南部教区青年事工演习会伫高雄圣教会举行，讲员刘大明牧师，主题做你同工的好同工。敬邀关心教会青少年的同工参加，要参加者请向少尉传道报名。第6，10月17礼拜日将举行年度即时改选，请各位兄弟姊妹守望大道，求主兴起同工，同心侍奉主的教会。以上报告，到补充报告。咱这时请敬拜团。各位亲爱的兄弟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主的恩典，让咱三角做伙伫伊的殿中同齐来侍奉。今仔日咱的礼拜停事有做一寡小可的修整，所以咱等下的时阵可能就会照着这个停事单，有一寡小可改变。咱大家当斟酌注意。这是咱要三角做伙用敬虔的心，用诗歌同齐来敬拜咱的主、咱的上帝。伊是耶和华，伊是咱的主上帝。伫引带上帝对咱的引带内面，咱要三角来朝见伊的面，来敬拜咱的主、咱的上帝。咱三角做伙起立，同齐来吟唱圣歌100首，荣耀的教会。让无听见主的声音，精神都走到大琴，心情被极其尊荣，可主保卫公乐声，是荣耀教会圣洁个无下数，是地求主的保卫。是荣耀教会圣洁个无下数，世
生的救主的保护，嫌无听见美妙歌声，句句点头升天声，勇敢得胜的大军队，战胜迷人的魔鬼，是拥有教会圣洁个无下数，生的救主的保护，是拥有教会圣洁个无下数，生的救主的保护，有时忧愁乌云满布，也是撒旦的拿种。始终靠主带着胜利，高举十架的军旗，是拥有教会圣洁个无下数，生的救主的保护，是拥有教会圣洁个无下数，生的救主的保护。欢呼而来，胜利无久就来到，得胜稳住也将胜当，一同最恶最王后，是拥有教会圣洁个无下数，生的救主的保护，是拥有。咱这是同齐开声来祈祷，这是主荣耀的教会，要伫上帝面前同齐做伙活出伊的荣光来。所以咱伫主的面前同齐开声来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名来宣告，讲是主，你借着你的保护洗净阮的罪，主你也借着圣灵的能力运行伫阮的内面，互阮无搁再去犯罪。这是荣耀的教会。同齐开声为咱家己祈祷，为咱兄弟姊妹祈祷，请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圣哉，圣哉！全能的主上帝，你的恩典甲阮同在，保守阮，赐恩伫阮。主，阮伫这个时阵，奉你的名来组织，来祈祷。伫上帝你家己的祝福日子内面，继续保守因带阮，互阮进入上帝你的丰盛，互阮进入上帝你的平安，摇花扶持阮，坚固阮的心。坚固阮的心，互阮无伫之中软弱，互阮乃是靠主心内底有光强有平安。你是主是上帝，你因带你保守你看顾，独独你伫阮的心上成就一切你美好的工。摇花继续帮助阮，因带阮，互阮进入伫你的平安内底。主啊，进入伫你的平安内底。亲爱主圣灵，你知影我即时的惊吓甲艰苦，独独恳求你。伫这活命内底来保守、来照顾，互阮进入伫上帝你家己丰盛的祝福内，享受下罪的平安，享受圣灵的能力，享受伫基督内面真实的关联。主啊，感谢你，奉主耶稣基督名宣告，安乐信教的兄弟姊妹要受圣灵的引带，主替一切的软弱。靠主有能力，一日一日经历上帝你的同在，你的祝福，你的敬信，你的力量，伫阮当中运行。感谢主，将荣光归予你，将荣光归予你，靠主耶稣圣名。嫌无听见主的歌声，将心都走到大天。被应验的尊严，
会讲乐声，是荣耀教会，圣洁可无下事，这日救主的保护，是荣耀教会，圣洁可无下事，这日救主的保护。头升天城，要跟着成的大军队，战胜别人的魔鬼，是荣耀教会，圣洁可无下事，这日救主的保护，是荣耀教会，圣洁可无下事。救主的保护，有时要像乌云满布，也是撒旦的拿种，是将可主夺得生命，可主世界的困境，是荣耀教会，圣洁可无下事。这日救主的保护，是荣耀教会，圣洁可无下事。这日救主的保护，也离困境反好路，胜利无久就来到，得胜稳主要接成功。同最后这欢乐，是荣耀教会，圣洁可无下事，这日救主的保护，是荣耀教会，圣洁可无下事，这日救主的保护，是荣耀教会，圣洁可无下事。这日救主的保护，是荣耀教会，圣洁可无下事。这日救主的保护。亲爱兄弟，请坐。主耶稣对迄个犯罪妇人人讲，无有人会当定你的罪，我嘛赦免你的罪，总是你唔通搁再继续犯罪。所以咱今仔日来到伫主的面前，是为着要领受伊所赏赐的能力，甲伊全能的慈爱。主若无定咱的罪，啥人会当定咱的罪？总是咱若继续犯罪，赦罪恩典就无去了。所以咱求主赦免咱，也立定心志来到伫主的面前讲：主耶稣，我要来到你面前，献上我的人，献出我的心，深深思慕你，诚心敬拜你。称颂学了你的名，主耶稣，我要来到你的面前，永远无怀疑你的疼痛，永远无转移对你的信心，因为你是我坚固的石盘，是我永远安稳的靠岸。你赏赐我平安，赏赐我满满的疼，你救赎我的性命，拯救我离开黑暗。你是我的帮赞，是我力量的泉源。你的话，让我的心坚定。我要全心全意来跟对你。阿门。主耶稣，我要来到你面前，献上我的人，献出我的
敬拜你，称颂阿罗你的名。主耶稣，我要来到你面前，永远袂怀疑，永远袂转移，因为你是我坚固的石磐，是我安稳的靠岸。你相思我平安，相思予我满满的爱，你救赎我的生命，拯救我离开黑暗，你是我的帮伞，是我力量的泉源。你的话，予我的心坚定，全心全意来阮内。请兄弟来，主耶稣，我要来到你面前，献上我的人，献出我的心，深深思慕你，诚心敬拜你，称颂阿罗你的名。请姊妹来。主耶稣，我要来到你面前，永远袂怀疑，永远袂转移，因为你是我坚固的石磐，是我安稳的靠岸。你相思咱搁再一届来祈祷。今仔日咱来到上帝面前，要来孝念伊对咱的疼痛，借着基督所享受予咱的救赎。咱伫伊的面前，主安尼讲，伊要救咱离开黑暗。但是，就亲像圣经内底所讲的，光照伫黑暗内底，黑暗却无愿意接受光。咱就会知，这个光毋是一般的光，这个黑暗毋是一般的黑暗。原来这个黑暗竟然会当拒绝光。咱心中有啥物代志，是咱到今还搁咧拒绝上帝？即使咱若是有啥物软弱，咱伫迄个所在，咱要向上帝讲主啊！我恳求你的真光照入我的内面，我的心要拍开，我的灵邀请你真理的光照入我的灵魂，通互我弃绝黑暗，行伫光明内底。什么代志到今咱也无法度放落？什么代志咱也搁轻调伫迄个所在，无愿意离开迄个黑暗的，开声来伫主的面前，主恳求讲：主啊，赏赐互我力量，互我会当弃绝迄个黑暗，
互我进入伫你的光明内底。同齐开声来祈祷，请。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！我的主，我的上帝，我来到你的面前，来仰望你，来学乐你。你是我的主，是我的上帝。主，你要教我同在，要来保守我，你要救赎我，离开黑暗，你要我进入你家己的阳光，独独你亲自赏赐你的疼痛，伫我的心上。主啊，阮所以伫你的面前宣告，阮所以伫你的面前讲。耶和华，你亲自帮助阮，你亲自赐恩伫阮，互阮甲主你相同行，互阮活伫主你的真光内底。独独你是阮的主，是阮的上帝，只有你会当救阮脱离黑暗，互阮活伫光明内底。主，你的话就是真理的光，照明阮心中一切的黑暗。引带阮进入入你的内面，主啊，所以阮在你的面前仰望你的听，继续保守、赐恩引带阮，互阮活出上帝你光明的款式，甲主你同行，甲主你同死，甲主你同国活，并且活到永永远远。因为你是阮的主，主啊，阮来到你的面前，阮将家己奉献予你。唯愿你亲自来引带阮，洁净阮，路用阮，互阮伫主你的内面，因为有你力量的泉源，阮的心坚定来倚靠你，靠主耶稣圣名，阿门。主耶稣，我要来到你面前，献出我。献出我的心，紧紧思慕你，深深敬拜你，称颂阿乐你的名。主耶稣，我要来到你面前，永远袂怀疑，永远袂。坚固的照伴，是我安稳的靠岸。你相思我平安，相思予我满满的爱，你留下我的生命。咱同齐起立来吟唱。主啊，所我要来到你面前，献出我的人，献出我的心，深深思慕你，深深敬拜你，称颂阿乐你。来到你面前，永远袂怀疑，永远袂转移，因为你是我坚固的照伴，是我安稳的靠岸。你相思我平安。满满的爱，你叫我
是我的帮助，是我力量的泉源。你的话，互我的心坚定，全心全意来面对。你想赐我平安，想赐予我满满的爱，你救赎我的生命，真叫我离开黑暗，你是我的帮助，是我力量的泉源。你的话，互我的心坚定，全心全意来阮你的话，你的话，互我的心坚定，全心全意来阮对。至圣的主上帝，阮感谢你的听痛。主，伫阮抑阁活伫罪恶的时阵，虽叹即世人今生的风俗习惯，迄时阮活伫罪恶当中是无望的人，但因为你的听痛，才着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替阮的罪付出代价，为阮死伫十字架顶，并且第3日对世人当中搁活起来，上天坐伫天父上帝的大柄，活到永永远远。这是阮的神，这是阮的主，这是阮活命的根基，也是阮力量一切的泉源。主，阮所以向你献上感谢，互阮伫地面上徛起的日子，阮的心无惊吓，无论拄着任何代志，知影上帝你一直咧引带阮。主，你安尼听阮，你甲阮讲，阮也着安尼彼此相听，通通过这听的行动来见证，阮是你的学生。同心仰望主你真理的能力，继续引带阮，扶持阮，坚固阮的心，坚固阮的心，坚固阮对人的听痛，对上帝的虔诚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，阿门。咱同齐来上读最大的诫命，同齐齐声来读，请。你着真心、真性、真意听主你的上帝。这个诫是大的，也是头一个；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，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这2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尽头。我用新的诫命予恁，就是恁着三听，亲像我捌听恁，恁也着安尼三听。恁若三听，众人要对安尼知，恁是我的学生。阿免，请坐。咱同齐来上读启应文第41篇。启应文第41篇，我来启，请兄弟来用好的部分，咱三甲同心来读。伫黑暗中行走的百姓，看见了大光。你予这国民犯罪，增加因的喜乐。
因为因所负的重担甲肩胛头的拐，因为有一个婴仔为咱来出世，政权要担当伫伊的肩头顶，伊的名称作奇妙测试、全能的上帝、永在的爸、和平的君。伊的政权甲平安要加添无穷尽。用公平公义复国，坚定稳固。万军的耶和华的热心要成就这个大事。阿免，感谢主。每位亲爱兄弟姊妹，咱即时要备办咱的心。准备要来守圣餐，咱伫咧守圣餐进前有几样代志，咱来请大家三甲做伙来面对。耶和华上帝亲自赐恩，伊予咱的日子。咱请掀开周报第4面。周报第4面，咱同心来读路加福音22章15节到20节。咱同齐同心来读，请。耶稣对因讲：“我真愿意伫受害以前。”甲恁食这搬过节的宴席，我甲恁讲，我无搁再食这宴席，一直成就伫上帝的国内面。耶稣接过杯来，祝谢了，讲：恁摕这，大家分底啉。我甲恁讲，对打以后，我无搁再啉这葡萄汁，一直听候到上帝的国来到。又搁摕起饼来，祝谢了，就掰开，摕互因讲：这是我的身躯，为恁舍的。恁也着安尼行，为着是要纪念我。饭后也照样摕起杯来，讲：这个杯是我用血所立的新约，是为恁流出来。阿免。咱即时要为几项代志来祈祷。首先，伫这个所在，咱看见主耶稣讲，伫伊受害进前，伊甲咱同齐食这搬过节的宴席。搬过节有一项代志真重要。伫迄一日，以色列人甲埃及人拢总共款，犯罪得罪上帝。总是上帝为以色列人设立一个救恩。伊讲：恁爱杀一只羊啊，甲迄个血抹伫恁的门框顶面，安尼灭命天使若对迄个所在过去，看到迄个血，伊就无入去报应恁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毋是我。毋是你比别人有较好的行为，是因为上帝对咱有救赎，是因为咱有听上帝的话，有照上帝所讲的去相信，杀一只羊啊，甲迄个血抹伫门框门楣顶面。安尼，咱的罪才得到赦免，死亡才对咱的心肠搬过去，无入到咱的内底。安尼，咱要用一寡时间来祈祷。如果罪恶伫咱的内面，迄个罪恶会继续将咱的灵性遮去，所以咱要伫主的面前祈祷。羊羔伫古早的时阵来代表耶稣基督，
但是独独伫上帝的听内底，差遣伊的囝儿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。羊羔有身体会当替咱死，但是羊羔无灵魂替咱来死。耶稣基督，伊替咱来死，伊有灵魂替咱来死，伊无罪，伊替咱来死才有资格。那伊有罪，伊就是死伫家己的罪内底。但是因为伊无罪，所以伊才会当替咱担罪。伊若是替咱担罪来死，怎死去啊？安尼，咱的信仰就变做无效。但是伊第三日对死搁活，证明伊无罪，证明伊是上帝的囝。证明伊活到永远远远，证明伊赢过死亡的能力，所以咱才相信伊。对啊，咱要伫主的面前来祈祷。我毋知影伫你的心内底要有啥物款的黑暗，求主光照你的黑暗，将迄个罪恶印而未现的罪恶，求主甲伊刷开去。并且咱倚靠基督搁活的能力，赢过罪恶，来到伫主的面前，互咱进入伫上帝的救恩内底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请为你家己来祈祷，开声来祈祷。十字架，十字架，是阮永远的荣光甲记号。主，我伫我的内面为家己来祈祷。上帝啊，我伫罪恶当中活着，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私欲、今生的骄傲，定定伫我的生活内底，伫个所在滚架拍喷，罪恶亲像吼叫的狮要吞食我。上帝啊，求你赦免。求你怜悯，求你，互阮搁再一届来到你施恩宝座前，为你疼痛的缘故，互阮用信心来领受上帝你救赎的恩典。主啊，求你保守，求你照顾，求你搁再一届加添我心内的困难。上帝啊，当我要去行歹的时阵，求你伸手拿扎，互我迄个罪恶的本性，无伫我的身上来吞食我，乃是我靠圣灵的气力，伫一切的事上大有能力来行。你是主，是上帝，要赐恩伫你的百姓内面。主，愿你亲自成就一切美好。甲阮三角徛起，互上帝你所应允恩典疼痛甲救赎的恩成就伫阮的内面。所以，阮的主，阮的上帝，愿伫这所在仰望你的听，唯愿你伫这一切的事上继续保守帮助阮。主，当阮来到你面前的时阵，唯愿你真理的光照明伫阮的内面。互阮倚靠主，心内底有快乐。上帝，你是救赎的主，永远的疼痛、保守、照顾和超找你的人，对你领受活命恩典甲祝福。所以，阮伫这所在来仰望你，来仰望你，来仰望你。主继续保守、引带阮，互阮伫主的内面对你来行。主啊，保守阮，保守阮，哈利路亚。接续，咱要伫主的面前来祈祷。照主所应允的，是咱是要食主的肉，啉主的血。主讲食伊的肉，啉伊的血的人，主的活命要甲咱的活命相交换。伫这个活命内底，咱会通得到主的活命，旧的活命刷开去，
新的活命，基督国活的能力，会为咱战赢罪恶的权势，战赢死亡的权势。互基督的活命伫咱的内面运行，互你国活的能力，互咱的良心，互咱对上帝领受的活命能力、更新，会通进入到伫咱的内面，并且对咱内面活出来，毋是咱家己，是基督的活命伫咱的内面来活，互咱的心有一款的渴慕。搁再一届，咱伫主的面前来宣告；搁再一届，咱伫主的面前祈祷，恳求圣灵的能力充满伫咱的灵魂内底，引带咱伫每一天、伫每一个时阵，当圣灵对咱有感动的时阵，甲咱的主讲：主啊，互我伫迄个时阵马上有能力顺服落来。咱同齐开声来祈祷，请圣在、圣在、圣在，至圣的主上帝。阮伫这所在来仰望你的听，你来保守阮。主啊，是你应允阮，大大开声祈祷，你就要大大来充满阮。主啊，这是你的教会，一个有能力的教会，宣告上帝救恩的教会。每一位兄弟姊妹要大大开声，大大学乐，大大来敬拜。主啊，是阮若无开声，主你讲石头就爬起来跳舞啊！主啊，你伫阮的身上成就伫一切的美好，互阮会通靠主心内有气力，甲主来行，因为主你的能力就成就伫阮的内面。主啊，感谢你将上赞而乐荣光归予你，继续来看顾你的百姓，互你的百姓活伫主你真理美好的救赎内底。哈利路亚！唯独主你伫阮当中继续照顾引带阮，互阮伫这个世代内底。因为主你的同在，主阮所以心有气力，伫主的内面，甲主你同心同行。哈利路亚！感谢主，你的疼痛怜悯永远无限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亲爱的爸上帝，阮伫你的面前，感谢你的疼痛、祝福甲恩典。这是阮来到伫主你的面前，主啊。恳求将到迄个国活的能力，照你的应允赏赐伫阮的内面，互阮倚靠基督国活的能力，赢过所有的诡诈、白贼、蓝山行，互阮会通伫主你的内面，因为真理圣灵充满伫阮内底，做阮有能力抵挡罪恶，阮有能力离开罪恶，阮有能力。甲主你同行，你是阮的主，是阮的上帝。你引带阮，你照顾阮，你是阮一切力量的泉源。主啊，因此阮向你恳求，伫这个诡诈悖逆的时刻，主啊，互阮会通脱离罪的捆绑甲辖制，互阮会通伫基督国活的能力内底，互内面迄个良心活起来。互内面迄个公义活起来，互内面迄个圣洁活起来。主啊，互阮会通诚做你伫这个世代所设立阳光的器具。阮同心恳求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咱要来吟唱诗歌《救赎的恩典》，救赎的恩典，有吗？不用，OK。咱三个做伙来吟唱，同齐起立来唱这首歌。每当我提起饼来，我纪念你亲爱耶稣，十架顶你挽回我生命，予我回来天父面前。
每当我提起杯来，我感谢你，我的耶稣，你保护洗净我的罪，予我永远甲做家人。感谢你为我死伫十架顶，让罪的生命得以完全。我感恩，我敬拜，得一地的自由，拢因你这救赎的恩典。永远甲做家人，永远甲做家人，受伤教会洗涤清气，永远甲做家人。感谢你为我死伫十字架，破碎的生命得以完全。我感恩，我敬拜，得一地的自由，拢因你这救赎的恩典。永远甲做家人，永远甲做家人，受伤教会叫得清轻，永远甲做家人，永远，永远甲做家人，永远甲做家人，受伤教会洗涤清气，永远甲做家人。亲爱兄弟，请坐。各位亲爱兄弟姊妹，这个时阵，咱要同齐做伙来食主的肉，啉主的血，是照着主所教示咱的，也是使徒保罗甲咱讲，就是耶稣基督伫受卖迄一暝。提起饼来，祝谢了，就擘开。对哦，先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恁所拍破的，恁摕来食。用安尼行来纪念我。基督爱咱所行的，敢是食这个饼呢？基督爱咱所行的，是拍破咱的身躯，牺牲咱的生命，真侪人的祝福。这才是食基督的肉，有伊的活命伫咱内面。基督所爱咱真实来顺探的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着想，着孝念基督为咱所流落好的模范。为安尼的缘故，咱是毋是愿意牺牲咱家己一寡的权利，
有的时阵，咱厝内底的人加减啊，甲咱偏一寡；有的时阵，伊检菜讲话有较赶紧，亲像咱伫迄个时阵，咱就挡袂牢，咱就该大声喊话倒转去。安尼，咱要怎样来见证？要怎样会当讲，咱是甲主同款的呢？基督既然为咱拍破身躯，咱也着安尼牺牲咱的活命。咱甲罪恶抵挡，也无到流血的地步。伊要领受这个饼，基督的肉进前，互咱有一段时间，斟酌来思考。主讲，你每逢摕这个饼、食这个肉、啉这个血，恁着爱想，着纪念我。保罗讲，你每逢食这个饼、啉这个杯，着爱省察咱家己，是毋是咱有照基督所吩咐的，咱安尼行？只有咱安尼行的时阵，咱愿意牺牲，亲像基督牺牲；咱愿意听，亲像基督安尼听。安尼，咱才会当讲，咱是真实要食主的肉、啉主的血。安尼，咱才会当讲，咱是真正咧纪念主。只有通过活命的见证，咱会通得到这个能力，伫信心内底领受这个饼甲杯，相信基督国我的能力要进入伫咱的内面。这就是食这个饼、啉这个杯真实的意义。咱有信心相信基督国我的能力会引带咱，会加添咱，互咱会当赢过罪恶。总是咱无应该容忍罪恶继续伫咱的心上做王，因为基督已经赢过罪恶，你有能力赢过罪恶。伫每一届受试探的时阵，会当安尼讲：主啊，救我！圣经讲，见若是呼求主的名，就会得到救。爱用信心来领受。所以这个时阵，咱诚心邀请，见若奉爸囝圣灵的名来接受洗礼的兄弟姊妹，同齐来共守圣餐。总是。即使你伫你的心内底，抑阁有一个人你无法度赦免，抑阁有一项代志你无愿意放落。保罗讲，安尼你着暂请，毋好来食这个饼，啉这个杯，因为人若无赦免，人会过犯；人若无亲像基督安尼去听，人若继续永远做伫心上做王，安尼咱若食这个饼、啉这个杯，就是咧食，就是咧啉，就是咧定罪咱家己。所以就用信心宣告，上帝赦免我拢总的罪过，安尼我也定义要原谅我身边所有人对我的得罪，我也要食主的肉，啉主的杯，基督的活命能力会伫我的内面，我会当呼求主的名，我会赢过我的软弱，赢过我的罪恶。
毋是我家己赢过，是因为基督的活命能力伫我的内面咧活，所以我会当靠主的能力得胜，搁得胜。所以这个时阵，请咱为咱家己来祈祷。每样你摕这个饼、摕这个杯的时阵，都爱彼此相等待，也着伫主的面前来审察咱家己，照着主的教示，才来食，才来啉，通互咱照主所吩咐咱的，安尼行，安尼做，安尼各活的能力，荣耀的权柄。就会伫你的心上显明出来，你会通真做上帝伫地面上圣洁的器具，合乎主用。每样你摕到这个饼，摕到这个杯的时阵，就审察家己，也着彼此等待。即使你若是还未接受洗礼，请你暂时无用这个饼甲杯。当咱摕到这个饼甲杯的时阵，就慎重，由圣灵来光照咱的心、咱的灵魂体，通互咱真实活伫主的面前，是用信心来领受基督的活命伫咱的内面。这是耶稣基督为你所拍破的身躯。基督毋是伫我、伫你完全变好的时阵，才赦免咱，才原谅咱。那安尼，即使有人得罪你，互你的情绪无好，互你脾气压起来。甚至你感觉非常的委屈艰苦，那安尼，就伫主面前呼求主的名，用信心宣告，用主爱宣告，伫暗梦中宣告，你有能力原谅这个人，并且为伊祝福讲，主啊。原谅伊，因为伊所做的伊唔知。主啊，原谅我，因为我要做的做袂来。但是伫你的救恩内底，我一定会当赢过这一切。来，请工会执事为了这饼献上感谢。今在、昔在、永在爸阿爸，你是阮的主，是阮的关台，是阮一生最大的愿望。在地面上脚下的日子总是节节做过，但是因为你的疼痛满满，你找见你的独生圣囝来到这个地面，伊原也为着阮节节做过，伊拍破伊的宝体，流出伊的宝血，为着要洁净这个地面，互你当只这个所在有真活的愿望。谢谢主，因为阮知影，你的持守看顾，互人一生一世行伫你永远的道路。你死了，就是云间；有完3日后，搁再活。因为阮知影，你已经拍破死亡的关系，阮地面上脚脚的日子有我的愿望。所以，我只这个所在，全心仰望你。因为你是独一的主，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是永远的君王，所以我哋只这个所在，单单来敬拜而乐你。因为我也知影你是配得上赞而乐主，所以我们一生一世行伫你所应允的道路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愿主你的圣灵引带带领，阮众遐个姊妹会当行伫
你所应允的道路永无偏离。我要打将一切荣耀、上赞、阿乐，拢归乎你。愿主你因带带领，感谢恳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之名。阿门。同齐用感恩的心来领受基督为咱所拍破的伊的身躯。饭后，耶稣基督提起杯来，祝谢了，就提予学生讲。这是我为恁所流的血，恁提起啉，用安尼行来纪念我。这是我的血，为恁众人所流出来，恁就安尼行来纪念我。这是耶稣基督的血，这是耶稣基督的血。基督所流的血，不是凊彩所流出来。伊的血是透过刺皮的免流所流出来，伊的血是受到鞭拍所流出来，伊的血是用枪插所流出来，救赎不是廉价恩典，基督为你来死，伊就对你有一个期待，你就要为伊来活。保罗伊奉献一生讲，对打以后，活的无搁再是我。我乃是为基督来活，伊为我来死，我所以为伊来活，用安尼来报答上帝的恩典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只有徛伫这个信仰的真理内底，为主来活，付代价活出上帝国的款式。你的信仰才有意义。只有伫这款的信心毋忘甲疼心的顶面，你的信仰才有价值。为主来活，才是你活命的真实。若无，伊将其落尾归伫空空。虽然伫世界亲像真有名望。但是将其落尾，什么会拢总无，什么会拢总消失去。唯愿咱伫主的面前，会当心中这个代志，会当确实记牢咧，为主来活，一生见证伊。这才是咱食这个饼。啉这个杯，真实的意义甲奉献。来，请真德执事为着这个杯献上感谢。亲爱的主，阮感谢你，你的听何等的大。阮来到你的面前，阮领受这个杯时，主啊，阮感谢你。你来到世间，而且阁为着阮的罪，愿意钉在十字架顶。哦，你为你的流的宝血来洗清阮一切的罪过，互阮脱离迄个歹的，脱离迄个黑暗，脱离迄个罪捆绑，互阮完全得到自由，哦，得到洁净。
主感谢你，你所留的保惠为阮洗清。阿门主啊，你听阮是何等的大，主，阮感谢你，你，互阮会当完全进入你光明的国度内面，阮会当正做你的囝儿，甲你的名儿是有分的。主啊，这是何等的恩典，你的救赎的恩典，这是你所想赐的福气。阮感谢你，互阮会当今仔日一只来啉这个杯的时，阮阁想到主，你的疼是何等的大。主啊，阮嘛要来回应主，你听阮的，阮要尽心尽意尽力来听主，来听阮厝边，听阮所听所你听的儿女。主啊，你的众百姓，主啊，求主你来帮助阮，阮来效法耶稣有迄个柔和谦卑的心，阮来当搁较听人，用听祈祷来传福音，互万世代的人拢会当知影主你是阮的救赎主，你是救赎人脱离迄个黑暗关系的主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求主你来祝福每一个凡是你的囝儿的，拢还是要亲近你的主，你拢来祝福。主，我们用这个杯来感谢你，咱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同齐用信心来领受基督为咱所流的血。咱来去收杯回来，收杯回来。等一个时阵，咱才请将迄个杯啊继续来康威啊，那个水云姐，我们去把杯收回来。好，谢谢。咱伫咧收杯的时阵，请咱同齐搁再一摆起立来吟唱这首的诗歌。每当我提起这个人，我纪念你，亲爱耶稣，十架顶你挽回我生命，互我回来天父面前。每当我提起杯来，我感谢你，亲爱耶稣，你破坏洗净我的罪，互我永远甲做家己。感谢你为我舍地十字架，破碎的生命得到完全。我感恩，我敬拜，日日日日左右，拢因你这救赎的恩典，永远甲做家己，永远甲做家。受伤的罪，绝对清洁，永远甲做家己，永远甲做家己，永远甲做家己，受伤教会。洗涤清气，永远甲做家己。全能的主上帝，感谢你神圣的听，宝贵的听，永远的听，赏赐予阮。伫阮遐做罪人的时阵，你就亲自找见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。主，你无看阮做垃圾，乃是甲阮对着落锅糜当中揪出来，对着罪恶的歹见笑。你亲自为阮担当，
互阮对恢复当中受拯救出来，甲上帝国的王子三甲坐息。主，阮感谢你，恳求亲爱圣灵，搁再一届充满阮的心心灵，引带阮，保守阮，互阮伫主你家己所享受圣灵的气力内底，赢过罪恶的试探，活伫上帝你的圣洁内面，一世人对主来行，为主来活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免，请坐。那么三甲做伙来看今仔日的信息。咱同齐做伙来看，效法主的疼痛。每一届咱食这个饼、啉这个杯的时阵，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仪礼。通过这个仪礼，互咱来孝念伫上帝内面，甲上帝、甲基督同齐孝念的画面。每一届咧举行这个礼仪的时阵，咱的主甲咱讲，有两项真重要的代志。第一，就是上帝的疼痛，亲自搬过现代，贯穿伫今仔日的时代，并且是到永远的国，这是上帝的疼。第二，基督用伊的疼，伫咱的心上显明。这句话无应该，干那成做咱的语言，咱的宗教术语。伊乃是真正用甘心牺牲来伫迄个所在，见证上帝的真实。所以，在这当中，咱谈愈遮所读的经文内面，安尼伫迄个所在讲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主耶稣是安尼亲自对因讲：我真愿意伫受害进前，甲恁食这个搬过节宴席。我甲你讲，我无搁再食这个宴席。一直到成就伫上帝的国度内底。迄一暝，耶稣基督和学生同齐做伙食啉，其中内底甚至有一个人是出卖伊的犹大。但是主耶稣连续有3摆的机会，对着犹大讲：你敢真正要安尼做？你的心意已经定掉了吗？你去做吧。当罪恶伫咱人的心，上帝会对咱提醒。但是当人一届、2届、3届完全会拒绝的时阵，救恩会对伊的生命内底流失去。伊伫上帝国就无份。所以毋好甲信仰、甲上帝的借着基督所成就的救赎，甲伊当作凊彩。伊是神圣的，伊是搬过整个宇宙。今仔日主耶稣基督甲咱同齐做伙食，伊真正伫这个所在讲一个代志是讲啥？讲我真愿意，我真愿意。这句话对咱来讲何等的重要？什么叫做我真愿意呢？今仔日咱若伫火车头。有看到一寡人伫遐咧甲人分，规身躯阿痴阿查，了毋是一个两个，是几十个，大身躯拢总无洗，规身躯安尼阿痴阿查。了咱伫迄个所在，甲因讲，行我即马带你来台南大饭店食饭，我是真欢喜甲恁做伙食饭呢。你敢会安尼讲？基本上咱袂嘛。咱有诶时阵，甚至敢若要摕10块互迄个去食，咱就感觉麻烦。当然，咱会感觉去食，有诶是假诶，有诶是咧讲骗诶。但是实际上，咱看到遐流浪汉诶时阵，咱敢会真正发自心内底讲，我真愿意甲你做伙食饭。但是咱诶情景就亲像安尼啊，咱其实伫罪恶内底。真济无下上帝心意的所在，
咱会含人冤家。咱无爱含人冤家的时阵，咱就闪开。咱表面上当做甲伊真好，但是咱内底甲外口无共款。这其实就是表达了我无愿意。但是耶稣基督讲，我真愿意，毋是甲咱做伙食饭，伊是继续搁用行各各他钉伫十字架顶，用安尼来讲，我真愿意成做搬过节的迄只羊羔。了，伊讲，我今仔日甲恁做伙食，有另外一个代志，就是有一项代志，上帝所讲的，伊一定会成就。上帝的话语应该得到遵行。成就是啥物意思？成就就是上帝为着世间人备办。主耶稣讲，我无搁再食这个恩赦，直到成就伫上帝国度内底。你斟酌注意，主耶稣甲咱有约，伊甲咱放一张贴仔。这张贴仔讲是有一天，你会甲我做伙伫上帝国同齐啉这个恩赦。什么恩赦？羊羔救赎的恩赦。你搁会记得一句话无？伫咱个别礼拜的时阵，定定会听到一段经文。主耶稣讲：“我去是为恁备办所在，若是备办好，就的确来接你到我倒转去同齐，甲我倒转去遐。”咱拢甲这段经文当作个别礼拜，但是这其实是安慰的话。实际上，迄段经文是咧讲啥？迄段经文是咧讲婚礼，迄段经文毋是咧讲个别礼拜。迄段经文内底咧表达的一项代志是，一个人伊对着庄卡，伊对着这个咖喱，还是对着这个下营来到台南市做工课，了熟悉着一个查某囡仔，了两个人非常的意爱。这个查甫真有担当，伊就倒转去到因兜，因下营还是因家里，伫迄个所在，伫因老爸厝讲爸，我即马有爱着一个查某囡仔，我要甲伊做伙结婚，所以我即马要起一间厝，起一个新厝，起好啊的时阵，我就搁来台南，甲伊安尼真慎重甲伊带转来咱兜做新妇。这是迄句话讲，主耶稣讲，我去原是安怎为恁备办所在呐，备办好啊。我就来接恁，我伫倒位，叫恁也伫倒位。所以迄段经文是婚礼，迄段经文毋是丧礼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基督是婚礼，所以伊讲成就，伊为咱备办将来伫上帝国内底，主讲的话一定安怎会成就，伊的应允，借着先知所启示的，一定会成全，一定会圆满，并且怎超过咱所求所想的。迄是上帝国羊羔的恩赦。当咱对着启示录来读的时阵，你阁会愈看到清楚，上帝羊羔的恩赦是列国列邦，所有囝若是遵行上帝话语的人，拢会伫迄个所在同齐聚集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迄是上帝国的恩赦。任何倒一个愿意的人，拢会当得到，拢会当接受，拢会当摕迄个贴仔。但是摕迄个贴仔的时阵，有一个人我若有摕到，迄个人或者犹大，但是终其落尾，伊甲贴仔单掉啊！伊甲家己拒绝伫救恩之外，求上帝帮助咱。今仔日你毋知有摕到迄张贴仔无？若是还未摕到迄张贴仔，牧师期待你会当拍开心门，邀请主耶稣讲：主啊！求你入来伫我的内面，互羊羔恩赦要成就的时阵，我也同齐伫遐，保守我的心，保守我的灵，互我真实活伫迄个内面。了，主耶稣佮讲，17节、18节讲，对打以后，我无佮再啉这个葡萄汁，一直听候到上帝国来到。羊羔的恩赦，毋是今仔日摕到，明仔载马上。咱会摕到迄个喜帖的欢喜，咱会甲上帝国同齐欢喜，上帝嘛非常的欢喜。总是伫这当中，伊有一个真大的代志。迄个大代志就是，咱爱伫通过迄当中主讲，咱用信心听候迄个一定会成就的代志。上帝对头到落尾，伊讲的话一定拢总会成就。咱的人生很处是拄着遮艰苦困难灾厄，
咱感觉讲，亲像上帝已经放杀咱，这个经验，耶稣基督家己伫十字架顶的时阵嘛捌经验过。当伊承担世界所有的罪，到伫落尾的时阵，主耶稣讲一句话，讲：主啊，爸啊，你是怎暗面唔看我的面呢？人会伫一个情境内底承受改成咱承担袂起的，但是迄段时间敢是真正上帝弃绝耶稣基督呢？毋是。伫迄段时间内底，上帝亲自临到伫其中，互任何所有其他的溃烂袂当攻击救恩的成就。主讲，伊的话一定会成就，咱有一日也一定会。伫基督救恩成就伫上帝保守内底，虽然遍地黑暗，但是上帝犹原掌权。安尼，咱就会当突破迄个困难，进入到上帝的应光。咱会当重新看到救恩，并且上帝圣殿内底迄个玻璃啊，对顶悬裂开了后，咱会当直接来看到咱的主。甲咱的主三角见面，甲伊讲话，所以今仔日咱才有能力祈祷的官兵。那咱救主耶稣基督，若无互迄个圣殿的玻璃啊对顶悬裂开，那安尼今仔日这个所在，遮着抑个有一个玻璃啊，甲伊围条咧，咱就无法度来到上帝的救恩，咱就敢若当伫这个外口这个所在敬拜上帝。但基督的救恩已经把这个玻璃啊，给拆开去啊，所以咱会当坦然无惊来到施恩宝座前。所以唔是牧师祈祷，唔是执事祈祷，唔是小组长祈祷，是你家己的祈祷，诚心的祈祷，甘心愿意讲主啊，我愿意放了家己的权柄，互你来引带我，互你来路用我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你就会带出能力，你就会带出权柄。死亡罪恶袂当阁限制你，你会带出一个新的能力。迄个新的能力，是你会当赢过罪的试探，会当有能力疼惜迄个无可爱的人，会当甲主三角同行。为人祈祷，人的病会好；为人祝福，伊也会得到福气。陪伴人会得到效果，安慰人会得到鼓励。这拢是伫基督内面所要享受，互咱新造的人受救赎的百姓，一定会当成就的。所以救恩毋是干那互牧师，能力权柄毋是干那互牧师、小执事，或者执事甲小组长，毋是来甲咱身边的兄弟姊妹讲，能力权柄恩典拢是互咱的，能力权柄恩典拢是互咱的。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，一定爱甲这个放伫咱的内面，当咱甘心照上帝的意思去行去做。主讲安尼，咱就是真正伊的学生。圣经主讲是，咱着安尼行，为着是纪念我，纪念主耶稣是安怎？咱若讲照带伫伊的内面，安尼咱着应该安怎？照主所行去行，安尼咱才是真正甲主合一做一。所以主所疼痛，主着纪念啥？伊纪念咱。所以大圣通过这个过程。来表达这项代志，伊甲上帝国羊羔宴舍的贴啊，已经发落咱啦。通过做伙食这个搬过节的宴舍，伊邀请咱啦。但是咱有受邀请无？咱愿意接受邀请无？还是咱接受邀请了后，到尾啊有一个物件，就亲像犹大有一个物件，伊的钱财。到尾啊，甲伊迄张贴啊弹掉去，因为伊顾念钱财，较赢顾念上帝国的请帖。终其落尾，伊的钱财，伊甲伊的钱财同齐灭无去。
但是主听咱、顾念咱，一再一再邀请咱，赦免咱。直到如今，伊还阁咧等待咱，毋是咱咧等待上帝，是上帝咧等待咱。咱的人咧挂念啥，就会显出咱的人所爱是啥。耶稣基督三摆甲犹大讲：“你敢要安尼做？你决定安尼做啊吗？好吧，你去做。”当人拒绝上帝邀请的时阵，到伫落尾，上帝就会随在人。主耶稣在生的时，伫这个世界的时阵，伊讲一句话：“既然是属伫我的，我就该修理，该剪基。为什么？为着要互伊结果子愈多。但是听后若甲咱完全拢无听趁上帝话的时阵，主讲：既然属我的，请注意哦，有属耶稣啊未？有啊。但是无愿意结果子的，伊就安怎甲基加起来，等伫外口，人看到啊，就甲伊捡起来，等伫火内底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顾念的是啥货？生活是信仰的表达，甲真实的体现。基督讲的话一定会成就。咱愿意遵行主的话，咱就一定会进入上帝的国度，甲伊同齐享受羊羔的恩赦。你的决定，你甲上帝连结的关系，也会定着你这世人过什么款生活，将来会伫倒位。咱三个额头来祈祷。主平安的上帝，愿你亲自保守看顾因带阮，互阮会当伫主你的真理内底，阮愿意赦免，愿意原谅，亲像基督赦免阮、原谅阮，并且基督用疼甲阮挽回，甲阮带倒转来天父上帝你的家庭内底。主，阮也向你恳求这一份的福气、能力甲权柄，互阮也亲像耶稣基督同款，原谅，并且甲遐个人带倒转来上帝你的身边，上帝你的面前，用安尼的行动，真正来纪念阮的主、阮的上帝。阮同心恳求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。阿门。毋知今仔日在咱当中有新来兄弟姊妹无？是无？咱感谢主的恩典。咱即时就要用感恩的心，同齐来奉献。每一家的奉献，拢是对上帝听的回应，毋是干那金钱属伫上帝，是咱即世人拢总是属伫上帝，为主来活。嘛，毋是干那即世人为主来活。讲主啊，是我为你来活。嘴所讲的言语，是透过行动的表达来证明咱这个人。所以，伫主的面前，遵行伊所吩咐的，用着财米来遵行耶和华，来见证咱赢过咱喜爱马门的心。同齐起立。同齐来奉献，咱吟唱救赎的恩典。救赎的恩典。每当我提起饼来，我纪念你亲爱耶稣。每当我提起饼来，
情。每当我提起背囊，我感谢你，亲爱耶稣，你保护洗净我的罪，予我永远甲做家人。感谢你为我设的十字架，破碎的生命得到完全。我感恩，我敬拜，第一得的自由，拢因你这救赎的恩典。永远甲做家人，永远甲做家人，受伤教会洗涤清气，永远甲做家，永远。永远甲做家人，永远甲做家人，受伤教会洗涤清气，永远甲做家人。愿全能的主上帝，因着你今日伫伊的面前所领受的圣餐，互基督的肉、基督的血，成做你灵魂身体的活命，互你倚靠圣灵的开展，倚靠基督对死搁活的能力甲权柄，伫一切善事上成就上帝的欢喜，搁互你的灵、你的魂、甲你的身躯，拢得蒙保守。伫到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日子，完全无通指责，互你带着信心、仰望甲疼心，欢欢喜喜、丰丰富富伫迄一日进入上帝的国，同齐伫上帝羊羔的恩赦、甲正圣道、甲主基督同齐坐息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阿门，阿门，阿门。请坐，咱今日第一堂礼拜就到这，过一段落。上帝赐福，大家平安。